象徵主義計劃，一場關於真實嘅顛覆性探索。一連4講挑戰你嘅觀感同埋思想，準備好進入呢個前衛嘅世界未呢？第一講 Part 1，寫實主義的反叛。喺19世紀 Industrial Revolution 嘅巨輪之下，寫實主義試圖記錄眼前嘅物質世界，但係有一班人決定向內探險。陳恒輝導演將會透過易卜生等等嘅作家，帶領大家認識優秀嘅象徵手法，理解點樣用象徵手法去表達人最深最真嘅情感。魯迅與俄國象徵主義。1905年革命之後嘅俄國喺高壓政治同埋嚴密審查之下，知識分子喺窒息之中轉向象徵主義，用神秘主義包裝內心嘅掙扎。呢個時期就係所謂嘅白銀時代。張力軍將會帶大家了解下魯迅點解會深受感動呢？佢見到俄國文學入面嘅絕望同埋掙扎，而佢思考嘅絕望同埋希望又點樣同19世紀英國象徵主義嘅繪畫連上關係呢？呢個係一場關於空間嘅革命，亦都係靈魂苦悶嘅出口。喺絕望之中，我哋點樣見到希望呢？